香港浸信會醫院一直本住全人醫治、榮神益人嘅宗旨，不斷提升醫療質素，拓展服務範疇。近年，我哋積極擴展地區醫療服務，喺2020年12月喺牛頭角開設香港浸信會醫院日間醫療中心，為市民提供內視鏡檢查、身體檢查、放射診斷造影服務。為咗繼續致力實踐踏入社區、服務社群嘅服務承諾，浸會醫院喺2018年購入觀塘欣業街8號地皮，隨即策劃同興建醫院第一座，亦係區內唯一一座全棟式嘅專科日間診療中心——浸信會東九龍醫療中心，喺2024年第4季陸續投入服務。新中心樓高30層，涵蓋超過30多項醫療同專科服務，包括普通科同各個專科門診、日間化療中心、血液透析中心、物理治療部同放射診斷中心等。新醫療中心會同浸會醫院保持緊密聯繫，喺醫院作強大後盾下，為大家帶嚟更全面、更優質嘅醫療服務。